Hello，大家好。咁今日就想講下 M41A3呢架戰車啦。咁點解講呢架嘢咧？就係因為已經完全冇嘢好講啦，所以就講呢架啦。咁呢架輕型戰車其實就重23.5噸啦，即操作人數係要4個人啦。咁佢嘅裝甲厚其實係即係裝甲個厚度其實得38.1mm 厚嘅啫，配備一把76mm 炮啦，一把 M2機槍啦，同埋一把 M191A4嘅機槍啦。有500匹馬力嘅，咁可以行到72公里啦。咁你好明顯其實見到佢係一架輕型戰車嚟嘅。咁佢想取代嘅咧，其實係二戰時代嘅 M24輕型戰車啦。咁點解要取代 M24？因為 M24其實喺後來即係喺二戰後佢先出現嘅一架戰車嚟噶嘛。咁其實就係因為 M24當時其實佢嘅75mm 炮其實係唔夠用嘅，即係火力係好唔夠嘅。咁嗰陣時美軍咧就想希望取代咗 M24嘅火力不足問題啦，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偵察戰車嘅存在，所以 M41就喺1944年就開始研發啦。咁但係到咗二戰結束之後咧，就暫時即係就亦都繼續喺度研究緊，繼續喺度開發緊呢架戰車嘅。咁到咗韓戰時期，佢都仲係研發嘅時期嘅喎。咁其實咧，佢就開始喺度，即係已經去到開一個實驗嘅階段，亦都有少量嘅實驗車，嗰陣時叫做 T41咧，就喺度測試緊樣嘅喺韓戰裏邊。咁到咗大約51年之後咧，就開始慢慢生產啦，就開始會生產得越嚟越多咁樣啦。咁佢其實就生產咗唔係好耐嘅啫，只係生產咗3年，到咗1954年咧，佢就停止生產㗎啦。其實，咁佢就但係咧，雖然佢就話點解唔停，點解唔開始生產呢架戰車？就係大家開始發現其實輕型戰車開始冇用㗎喎。即係輕型戰車佢喺呢一個時代裏邊其實開始已經唔適合咯。即係我哋見到即係除咗二戰時期嘅 T34啦、IS2啦、AS3嘅出現，其實已經開始係一個好重火力嘅存在啦。咁到咗更加後期，可能到咗50年代中後期，其實就已經開始出現 T54、T55呢一類型嘅更加重火力嘅戰車，咁導致咗其實佢哋嗰個裝備嘅升級其實升級得好快，導致咗76mm呢一支炮其實開始係已經係穿透力不足啊，即係威力係其實係不足嘅，咁所以佢哋當時就停止咗生產咯。雖然話就話其實佢生產咗唔係好多啦，但係佢其實都生產咗5467架嘅，咁我唔知呢個數字啱唔啱啦，大約，但係其實佢都大約落在生產咗5000架左右。其實你見到佢嗰個生產都係好誇張嘅啫，誇張過依家嗰啲挑戰者啊、Challenger 啊嗰啲，或者係呢啲即係一啲比較上小型嘅戰車，佢都生產咗5000幾架嘅。咁其實佢嘅雖然咁美軍到咗後來越戰咧，咁就繼續都有用到佢嘅，咁但係就發現咧，即係佢嘅好處就係機動性好足啦。咁佢可以做一個輕型戰車，亦都可以搭配一啲步兵去進行一啲據點嘅攻擊，即係攻擊一啲據點啦。但係佢就發現其實原來對面嘅戰車可能都有 T34啊、T55啊、T54啊呢啲，其實佢哋都係好強嘅火力，導致呢個戰車嘅生存機率其實都幾低下嘅。當時南越嘅軍隊其實使用得唔好啦，當咗佢一個類似據點式嘅打法，咁啊導致佢其實都損失好慘重嘅。咁到咗越戰後期，即係越戰中期到咧，其實佢就呢架戰車其實就已經變咗係可以變咗做一個即係變咗一個二線戰車啦。佢嘅地位亦都俾 M551謝里登坦克取代咗佢啊。咁謝里登點解可以取代佢？佢當然就係因為佢係空投啦，咁火力都比較上重啦，咁所以就取代咗佢。雖然我哋話佢其實係一架即係點講咧，即係生唔啱時代嘅一架坦克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援助咗好多即係援助咗好多國家嘅。有西德啦、台灣啦、烏拉圭啦、新西蘭啦、美國自己梗係會使用啦，奧地利啦、丹麥啦、希臘啦、日本啦、約旦好多一啲受到美式裝備支援嘅一啲國家啦，甚至係一啲敵對國家啦，包括越南啊。誒、我記得好似敍利亞都有少少，我唔記得敍利亞，但總之就係一啲同美國打仗嘅國家都有一啲 M41嘅存在嘅。咁 M41呢架車咧，其實佢嘅特別之處咧，雖然我哋成日就話佢即係生產唔多啦，咁但係其實咧佢都有好多個型號喎，即係 M41啦、M41A1啦、M41A2啦、M41A3啦、
M41DK1啦，佢係一個丹麥嘅改造型啦，M41D 啦好出名啦，呢個就係台灣嘅啦，咁跟住就係同埋 M42啦，即係防空車啦，我哋亦都叫做絞肉機嘅絞肉機啦，我哋叫做。咁我最特別想講下 M41D 啦，因為佢係即係最近都俾人推上咗，即係有一個少少嘅流量啦，就係 M41D 終於除役啦咁樣咯。咁 M41D 其實佢就係即係佢係俾台灣軍隊改造咗做一架即係佢改造咗佢支火炮啊，咁同埋佢改造咗佢個官僚，咁其實導致到其實佢係嗰個威力係強咗嘅，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因為 M41始終都係一架好耐以前，即係50幾年、60年嘅戰車嚟㗎啦，其實都係一架，咁導致到其實佢都其實係已經落後於時代，咁導致到佢其實依家就生存力就真係好難再有呢個啦，咁所以咧。就今年，即係我記得今年定係前一年就係話M41D 就決定終於除役啦。咁我都覺得係一個歷史嚟嘅，呢個都係一個咁你依家嘅戰車即係都唔係幾廿噸啊，都可以上到50、60噸、70、80噸嘅時候，咁其實一架咁嘅輕坦其實真係冇乜生存力可言嘅。咁係咯，冇辦法啦。咁依家你見到前面嗰個模型其實就係一個 M41A3嚟嘅，咁佢其實係 M41A1 嘅改造版嚟嘅。咁佢嘅威力，對我嚟講都叫做一個好，即係喺一個正常輕坦嘅範圍咯。但係你話喺即係熱戰時期佢嘅生存率都好低㗎啦。依家個生存率其實只會更加低咯。咁依家即係 M41D 除役，其實用佢嘅國家雖然有話咩烏拉圭啊、多米尼加呢一啲國家，但係其實佢哋嗰個出勤率都比較上成疑問嘅，因為點樣維修咁樣，美國自己都可能唔再生產㗎啦。咁所以係咁樣咯，即係 M41D，即係 M41只能話佢其實係一個生唔啱時代。如果佢其實喺可能二戰時期，佢可能俾佢直接取代岳飛嗰個即係 M24戰車嘅話，其實佢嗰個即係使用性啊，或者生存能力其實可能更好，因為其實到咗越戰或者係去咗韓戰，其實嗰陣時已經開始係有一啲精準火力嘅出現咁嘅時候，其實呢架戰車就更加難去生存啦，特別是 M24即係去到越戰時期，你呢一啲咁叢林地方其實好難打，雖然佢嘅速度好快，但係叢林某程度上亦都限制咗佢嘅快速嘅呢個特性啦，咁係咯，所以呢架戰車其實係一架好生唔起，即係生唔起一個啱嘅時代嘅一架戰車咯，就係咁樣咯。咁你見佢其實都即係裝甲其實好輕咁樣啦，所以只能做呢個打大炮嘅戰術，就係不斷喺度開一炮移動，開一炮移動咁樣咯。你話去做一啲即係反戰車嘅任務，其實就真係唔係好適合咯。所以係咁樣啦，即係76mm我都覺得冇乜嘢可以講㗎啦。